有真侪学校为着要来对抗空气污染，保护学生的健康，拢会伫教室来加装空气清净机。也毋过学者讲，这恐惊会互小朋友的注意力袂集中，因为二氧化碳的浓度伤悬咯。学者嘛来提醒，伫厝内使用空气清净机，嘛会拄着同款的问题。建议大家窗仔门上好开5公分的窗，互空气也流通，这是解决的办法。 工厂的同讲一直咧称乌烟，路面的车搁多，转台空气污染愈来愈严重，校方嘛受到影响，家长真担心。口罩戴着。所以，每间教室有加装空气清净机，不过专家讲，这可能让小朋友戆戆爱困。装了空气清净机之后，那我们必须要把教室的窗户都关起来。那在密闭的情况下， 儿童他呼吸会排出 CO2， 因为 CO2 是一个中枢神经抑制剂，所以他的这个注意力就会不集中，学习能力会下降。在家教室的人上过多，二氧化碳的浓度会升悬，影响到学习的成效。国教署找来专家学者设计这新风换气的系统，引进室外空气，过滤了后透不室内二氧化碳，也有 PM2.5 这空气污染。 希望普遍使用在校园中，若教室爱注意，伫厝若开空气清净机，人若多建议爱开窗啊。风可以吹进来，而且它是最容易吹进来的一个方向。把那个窗户打开大概5公分，然后在它的对角，好，也就是窗户也打开5公分。 举例来讲，若是超过6个人，同时踮伫15平客厅内面，这浓度就容易伤悬啦。正确使用空气清净机，才袂互你经常感觉精神无好。